好，来继续来看南投一级火车站，明年的正月建站满100年。一级镇长陈继祥甲镇内一间观光工厂的头家，到动物的收容所领养一只拄拄满1岁流浪猫，就让这只流浪猫来担任着一级火车站的猫站长。一级镇长甲观光工厂业者来到南投动物收容所，要收养这只多满1岁流浪猫，要带回去集集，并且要委托伊一件真重要的职务。我们打算在虎年推出我们集集火车站的猫站长，而且我们这个猫站长呢，是从我们的南投的动物收容所这边去做这个认养的。站长呢，他平常的时候他会去值班，那晚上的时候就会由我们吉源果这边，然后来去做一个照顾的动作。那希望说就是可以让他有一个温暖的家。为了好集集车头建站100周年的庆祝活动，更较有意义，要聘请一位猫站长。我们预计会在明年这个农历年的前后，让我们的猫站长来正式的上任。那大家就可以到集集火车站来跟他来打招呼，来跟他玩。未来猫站长适应环境了后，就会办猫站长的贺名活动。等伊上任，咱乡亲就在集集车头边的仓库看到这只猫站长。